票投李慧瓊。你嘅票非常重要，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我哋民建聯嘅團隊4號候選人李慧瓊。我哋4號李慧瓊團隊咧係有實力有往績，而且咧係有經驗有誠意，希望大家咧係投翻4號李慧瓊。由於本區選情激烈啊，李慧瓊咧需要更多四方八面嘅朋友，每一票對李慧瓊、對我哋團隊、對香港、對社區發展咧都係咁重要。懇請你繼續信任我哋。